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係酒會嘅主禮，一齊睇下現場。各位嘉賓，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國慶酒會，現在開始。各位嘉賓，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國慶酒會。各位，而家酒會咧係正式開始㗎。行政長官李家超啦，預料咧係會為酒會主禮啦，並且係發表演講。咁而較早時呢，係喺灣仔嘅金紫荊廣場啦，已經舉行咗國慶75週年嘅升旗儀式。除咗行政長官李家超，一眾官員，仲有行政會議、立法會議員同區旗並肅立。請各位面向台上的國旗同駐港嘅和區代表咧係旗到達㗎，一齊睇現場情況。Please face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regional flag on the stage and stand solemnly. 奏唱國歌。我哋好榮幸能夠邀請到以下嘉賓，陪同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一同主持祝酒儀式，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雁雄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董經緯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先生、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彭京堂少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先生、財政司司長陳國基先生、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先生、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生，以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葉劉淑儀女士。依家有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同各位祝酒嘉賓移步主禮台上。現在有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和各位祝酒嘉賓移步主禮台上。Would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John K.C. Lee,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proceed to the stage now? 各位咧，而家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喺其他陪同嘅人員之下咧，係上台準備祝酒㗎，包括咧係有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中聯辦主任鄭雁雄，以及咧係一眾嘅特區官員等等。先請各位祝酒嘉賓就座。先請各位祝酒嘉賓就座。Would all toasting guests please be seated? 依家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致辭。有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致辭。May we invite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John K.C. Lee, to address the reception. 各位嘉賓、各位市民，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嘅大日子，係香港特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憲制責任同埋歷史使命首個國慶日，係香港完善地區治理、重塑區議會之後嘅第一個國慶日。我好高興喺呢度同大家聚首一堂，共同慶祝呢一個具特別意義嘅歷史時刻。回顧過去3/4個世紀，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嘅偉大飛躍。
國家穩居世界第2大經濟體，係製造業第1大國、貨物貿易第1大國、外匯儲備第1大國，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75年嚟，國家積極對外開放，18大以來，中國已經同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咗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貢獻中國智慧，展現大國擔當。國家創新體系不斷完善，新增生產力喺實踐中形成並強勁推動高質量發展。75年嚟，國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去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達13,400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喺國家發展嘅路上，香港一直係參與者、貢獻者同埋受益者。香港嘅發展離不開國家，國家永遠係香港最堅強嘅後盾。今年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佈5週年。5年嚟，香港持續推動大灣區高水平發展，更廣更深嘅規則銜接同埋機制對接，加快建設世界級灣區。去年大灣區被賦予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嘅1點2地全新定位，為香港帶嚟更龐大機遇。喺航天事業方面，國家近年取得舉世矚目嘅成就。20大報告更加提出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嘅目標。隨住國家首次喺香港選拔載荷專家，1名香港市民成功獲選為預備航天員，香港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有咗全新嘅突破，為香港撰寫光輝歷史。國家發展一日千里，喺前行嘅路上，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把握機遇，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添幸福。首先，我哋會繼續強化自身優勢，抓緊發展機遇，讓一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上週公佈嘅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顯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排名躍升全球嘅第3位，位居亞太區第1，充分顯示香港金融體系同埋營商環境嘅堅韌實力，亦都證明政府嘅政策措施方向正確。喺海運同埋港口發展方面，我哋將大力發展高增值海運同專業服務，結合內地同香港之間嘅海空陸空多式聯運，協同發展。隨住3跑道系統今年完成，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將進一步凸顯。香港喺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嘅進展亦獲得肯定。國際研究機構報告顯示，香港喺全球新興初創生態系統排名世界第2、亞洲第1，搶企業、搶人才，做到成績，獲得認同。第二，我哋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團結各界，共同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本屆政府上任以嚟，求變求進，扭轉咗經濟負增長嘅困局。2年多以嚟，家庭每月收入增加約2800蚊，增幅超過10%。香港接近全民就業。我嘅目標係市民有更好嘅生活，居住有更好嘅房屋，青年有更好嘅發展，長者有更好嘅照顧，社會關愛共融，市民安居樂業。
政府會繼續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最高原則，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嘅主流價值觀，團結社會各界，將愛國愛港熱情轉化為一項一項具體嘅實際行動，齊心協力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第三，香港要繼續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好國內國際雙循環嘅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全面提升香港嘅國際競爭力。香港會繼續積極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同時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共建一帶一路已經踏入下一個金色10年。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嘅功能平台，積極拓展喺東南亞、中東同埋北非等一帶一路市場嘅經貿網絡。我哋將繼續擴大各種交流合作，發揮更大嘅橋梁作用。我哋要持續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中心，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努力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為香港嘅發展、為國家擴大對外開放、實現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各位嘉賓、各位市民，世界百年未有嘅大變局正加速演進，香港亦處於關鍵嘅經濟轉型期。喺前進嘅道路上邊會有挑戰，但係香港機遇大於挑戰。我哋必須因地制宜，不斷改革，識變求變，破瓶頸、補短板、除障礙，同時固本培元，鞏固同埋提升香港嘅優勢，積極開拓新發展領域，充分把握機遇，讓市民分享發展紅利，同時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浩渺行無極，揚帆但順風。願我哋一齊乘20屆3中全會東風，推進改革，與國家同進步、共繁榮，為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嘅更大貢獻。最後，我祝願祖國富強昌盛，香港繁榮穩定，各位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多謝大家。多謝行政長官。接住落嚟係祝酒儀式，請各位祝酒嘉賓起立。依家有請行政長官同各位祝酒嘉賓一齊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祝酒。再一次謝謝行政長官。接下來是進行祝酒儀式，請行政長官和祝酒嘉賓一起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祝酒。Thank you, Chief Executive. Would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rise and join the Chief Executive to propose a toast for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我哋一齊舉杯，為國家嘅富強康盛，為香港嘅繁榮安定乾杯。讓我們一起舉杯，為國家的富強康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To the success and affluence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Cheers!
各位喺國慶75週年嘅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啦係致辭㗎。佢話咧，今次係23條立法之後嘅第一個國慶日。佢話中國偉大飛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展現大國擔當。而中國係香港嘅堅實後盾，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下優勢，強化自身優勢，抓緊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轉化為一項又一項嘅實際行動。現場情況先睇到呢度，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會繼續香港早晨。